噔噔噔噔噔，往事还能回味。哎，今晚上有点下雨啊！我本来在蕉赖六里村那个小圆顶做直播的，下毛毛雨。哎，我想到有个地方很好了，在嘎江啊，这个拿寿，我的朋友开的。自从我跟他打几个广告啊，生意特别好。你看那车就知道了，你看，哇，没有的把给满啊，满座啊，很奇怪啊，今晚上特别印度人特别多，我都不知道。好了，我带你们看一下，这里的东西很好吃的。价钱当然啦，1分钱1分货嘛，好的东西当然贵了。来，带你看下来。有朋友进来吗？有啦，一定有朋友进来的。我是临时做直播的，慢慢不要紧，不要紧，我先进去看啊。最重要啊，这个如果入 scan 啊，1500块啊，知道吗？今天有2个年轻人啊，他进去食堂啊，脱了口罩啊，马上就抓了啊。现在这个我们的政府很穷啊，要小心一点。找你看，OK， 带你看一下这里。哎，老朋友，你看老朋友 ，Hello。看东西啊！哇，哎，沙拉哇嘅朋友都嚟咯，沙拉哇，嗨，你看几个美女，嗨，一起抓吗你们？路过了，過路的。有殺錯冇放過，過路都好啊，你坐埋一齊。行嗎？你看，馬上就整翻那杯先了。Happy birthday to you。好喝了。OK， 我帶你們看一下拿叔什麼特產，看它燒烤一流來。有燒烤哪裡？哎，有啊！雪山飛狐啊，泰國啊，你睇。玉林台條啊，相信啊，有一條啊，應該30人條啦，應該啦，30人啱嘛？哎，撈蟹啊，撈蟹啊！剩翻3隻，要唔要啊？等我order3隻，分翻食。OK。哇，有啲咩嚟㗎？呢個澎湃香上面多羅家、嘎拉布，好多東西啊，有沒有？真好啊，是吧？你看它水果，以前讲火龍果拿來拜神的，現在火龍果只幾年了。OK， 呢個啊，香港拜觀音啊，5隻雪榕頭啊，拜觀音5隻雪榕頭啊。OK， 茶椰子、芒果。美中不足，淨係非洲魚。邊啊？喂，唔平啊！38.9 1kg啊！你話頭先嗰條雪山飛狐要50蚊咧？你話？我唔知啦。
啊，老真係啊，真係鬼要發達啦！咁樣嘅魚，咁多人食真係，好嘢！誒，睇我有朋友冇啊？有朋友啊！哎呀，正咯，正咯，切過啊！煙冇朋友。这个老板娘，不是这里老板娘，我唔見得光啊，見到死嗰啲啊，見到死啊！哎呦，咁咩哦？幾多？幾多萬呀？萬十萬，萬呀？萬十萬。哦，萬十萬，點樣飲都冇辦法。OK， 冇問題。太對了，珍貴如金，兩魚全球，你講嘅係真嘅，冇得頂啊！我哋支持下呢個係個好朋友啊！我哋有招禮嘅。好嚟招喺邊度？招喺後邊啊？後邊咪執咗咩？攞嘢執咗呢個乜臭泰國啊？應該泰國啊？啊，係泰國人嚟㗎。我哋全部พุทธไทยได้พุทธไทยได้ไทย啊？ได้好啊，大家食下飲住啊！啊，誒呢個芒果芒果咩糯米啊？烤料芒芒，烤料芒芒啊！再攞嚟切一切，最邊一味？淋呢個咩嘅？椰漿啊，椰漿水啊！啊！時間啊！咪個芒果落去。食得糯米多你哋。哦，滯啊，滯，點衰啊？誒，輕咗喎。嘥嚟到尾啊！嘥嚟到傾嘢。得嚟喂，過嚟。客家佬，掉嚟都嚟掉，得嚟喂。掉落去。做咩嘢嚟？喂，咩轉咯？又轉啊！加啲椰醬落去啊，靚啦，加多啲杏乾口先啊，加多啲啊，啊，同優劈埋喂，點樣？點你飲過啊？是，朋友，乜嘅睇乜嘅片？烤料芒芒，烤料芒芒，烤料芒芒，最尾一味啊！泰國人講最尾一味，阿來最甜，阿來乜乜。上去又一路啦！哎呀，我哋使乜驗晒佢啊？遠望驗晒係國內咧，馬上啊！係啊！泰國係咪啊？嗰邊嚟邊啊？嗰邊嘅邊啊！Happy birthday to you！哎
算咯。不要不要。妈咪啊，你妈咪啊！你妈咪，你敢讲？要拍就拍，不拍我要走了。拍了啦！你给我拍，妈咪看我照。一下子吗？这鬼跟着你嘞！你是谁我都不懂。好，跟你们讲来，再给我看。我们合掌。你要不要讲 ？OK。點解要拜年嘅？我排啦！哇，你们这个香很大力的哦！喂，你看到香加大力吗？哇老，我咁仲大啦噃！哇塞，我还有力啊！大家呢個係就超嘅麻嘅先。这里坏了，这里坏了，赵师，太过分了，太过分了！安仔，这里啊，你睇下呢個幾休閒啊，小小的噴泉，小小的噴泉。哎，這個地方很好的，如果你帶情人來，沒人知道，沒人知道。地方好，哦，這個燈光死咗啊！而且呢，廁所啊。里面有冷气的，还够力啊！冷气啊，抽烟区啊，吸烟區啊嗰度。對。啊，這樣。喂，進來跑喂，是啊。帶過來，過來嘛。OK 啊。哦。是啊。啊。你不要怕了，不要吃了。不要！男的可以，女的不可以。哎，朋友！以前男裝少得點啊？白嘢成日都白嘢這個朋友來。VIP room，啊 VIP room，那以為你要走了喎，不要緊。你看啊，這個80年了，80年的攝影高啊，還要用嘛？我知道。喐嘅喎，喐嘅啦！哇，真喐嘅啦！我哋講啦，喺60年前，我爸唔似啊，我75歲，80幾年前。我爸去
石米山啊，食晚餐。索我媽嗰陣時，我媽割豉蓉嘅，真係我媽割豉蓉嘅。嗰時我爸由中國嚟南洋嗰陣時咧，我公帶嚟嘅，唔知係18、9歲啊20歲就喺石米山啊，索到阿媽割豉蓉咧，早前咧啲割豉膠，割咗豉膠咧，朝頭早咧。6、7點咧，一到10點咧就去收膠，收咗膠咧就一桶一桶啲膠，就去擔膠，擔咗膠咧，就去搞膠啊，搞咗膠咧就去搞膠啦，就呢個一片一片去搞啦，攝落去就搞膠，搞咗膠之後咧，攞啲膠去曬膠。曬乾咗咧，唔使講啦，攞嚟街市賣鳩。嗰陣時我媽生為咁啦。哦，今年我媽99歲，如果想翻以前咧，真係哇後生嗰陣時就客家人啊，嘿要了，客家話好勤勞啊，好啊。啊！靚嘢啊！有咩條件？有條哇！啲昂腰啊！客家人啲昂腰，卡拉 OK 房啊！我唔識嘅喎，睇下先。點解要個屎咯？這絲哦，摘西瓜生嘅，我哋出嚟揾摘西瓜。原來有人生日啊！我搞笑啊，生日啊！嚟請阿威坐啊！哇，有啲係要間很認真㗎，真係。Hello， 你是我的 fans。7點輪到幾啦？哇 ，overtime 啊，有時候。好啦，而家要來嘛？一定嘅，拉住你啊！係啊！你要咩帶波嚟話？帶波嚟幫手嘅。係嘛？你個大聲講得會㗎啦，咩啊？謝謝大家，身體健康，身體健康。你也是啊？什么意思啊？这个鬼打麻将也可以的。年轻人吃赌酒会让你讲，我给他骗了几百万了啊！你又飞啊！你又飞啊 ！OK， 来了，防疫有空，谢谢你们支持啊！拿送，身体健康，来，回去我感悟一下。哦，可爱，大家高兴啊！防疫有空。去我的总部啊，直播总部了。今天喝了周一酒。你都美，你看，你给我错，你给我错。
现在。我们先，我们先直接去那边了。哇！你看幾多靚車嚟捧場啊！太好了！Welcome！ 你看这里泊車，如果下大雨，马上进来这里 VIP 就可以载朋友出去了。好，这里到了就是拿手，来，回去我直播的岗位先来。我们走 shortcut 啊 ，shortcut。สวัสดีครับสวัสดีครับ I love you อ่ะฉันรักเธอฉันรักเธอ ผมรักคุณ ฉันรักคุณ ผมรักคุณ ฉันรักคุณ ผมรักคุณ ผมรักคุณโอเคสักครั้งสักครั้ง这里环境真的好，下了雨啊，更凉爽。我本来在这里的，但是这里太暗了。这是情侣啊，带那个女孩子来吃的这两个人吃的地方。来，我订了一排的，下去了。还有，要看到后面，哈哈哈，要看到后面，看最后面，这个是我订的台，啊，我订了2只螃蟹，我看见了最后2只螃蟹嘛，我订了吗？啊，这一啲東西呢，你唔好話睇衰氣呢喎，出邊炒貴啲係8溝啊加蛋，呢個係。一份係25溝，2份唔係24溝48溝，出邊食唔到啊！嗰啲絲音大到啊，大到你鼻哥咁大啊，大過成龍個鼻啊！聽好生堪添啊，生堪啊 ，OK， 喲！名條呢，粗粗的啊，雪山飛狐。剛才我進來的時候看到你燒了雪山飛狐，對不對？雪山飛狐，它標價多少錢？剛才啊？啦，哦，雪山飛狐，係啊，我啤酒嚟咗未啊？啊！嚟啊！喂，阿發，嚟！嚟啊！你有冇搞錯啊？我幾辛苦嗰度。嚟啊！最緊要飲酒嘛，你呢度。唔係我帶你嚟做咩？嚟啊！唔係你可以喺呢度嘅。計而先。係啊，真係年年一福魚啊，日有高開。嚟！會無心。喂。哇！我冇叫咁多嘢喎，大佬。喂，食就係啦。呢個係咩菜煎蛋？哇，好嘢呢個，好嘢！嗱，呢個我最中意啦，泰國老一，佢幾個攞汁面啊，攞汁個味道出邊冇嘅，毒方嚟㗎，毒就係秘方嚟㗎。我試一試啊！嗱呢個咧，坐啲，呢個家戶都有啦。嚟啊，飲杯先啦。喂，點啊？想點啊？而家？我唔揸車嘅喎。揸車午後驗手照，上天的老朋友，最怕創落闊浪潭，貿然來叫。揸車午後驗手照，上天的老朋友，來生要愛吊笑。半夜架鼓嚟，冇的叫，會輕人爛鹽啦。係見你係攞爛鹽喎。而家係
爭10分鐘10點。叫嗰啲係啊，唔係喎，我有個朋友都冇嚟。睇下我哋轉個圈再轉講下我睇到隔離台啊，嗰條老嘢啊，我哋時候嗰條老嘢謝阿康啊，謝大佬啊，謝老仔啊，謝大佬，謝老仔啊，哇你啊80歲喎，大個靚喎，你講大聲啲，大個靚貨啊，哇！生命老牛食燕草喎，唔緊要啦，係啊，機會你啦，有冇搞錯啊喂？嗰個年年一年嚟嗰個，唔係啊，即係獨食難肥啊真係，我哋過年嗰年撩佢啊，而安撩都撩啊，係啦，係啊。OK，等我，你唔好去等我。斯文啲，等我去看下老家伙，先講80歲啊，老牛吃嫩草。我過去看一下。Hello，哇，有異性啊，冇。哇，收個冇男性，有異性冇人性啊！你玩的對吧？哎，我認識你差不多60多年。對呀。你敢啊？80歲帶一個20多歲的，有冇搞錯你哦？靚女嗎？像我。不是靚女啊。靚女是嗎？啊，你不要搞錯哦，這個靚女是誰來的？不是我的女朋友，不是嗎？不是你女朋友？她是我的侄女。侄女？鬼才相信啊！你不相信啊？什麼名字啊？啊，她叫嘉玲。哦，嘉啊！嘉玲！你不要见到女孩子就是。你講了，以前叫嘉玲，現在叫巧玲。巧玲，對啦，是啊，嬌巧玲珑，又可玲，是啊，原來是你啊！對啊，好久不見了不？好久啊，偷你跟人家安哥來這裡送西。跟大伯很久沒有見了。大伯哦。大伯對大伯。他是你大伯哦。我就帶他來吃泰國茶。對，很久沒有見了呀。不要 order 東西，一起隔壁。我 order 很多東西啊。好啊，但是錢你給。沒有關係啊！來，過去。哎，過去。哎，沒有想到兩個幣哦，這樣巧的。對呀。哎，沒有想到兩個幣。哇，哎呀，你唔係幫我單係嘛？這樣坐這裡吧。巧玲坐這裡，巧玲坐這裡。那心事那個講出來，互相人了解。我嘅酒係必須我哋做咩咁多杯收咗去？哎，今天這麼巧啊，真的啊！巧玲啊，對呀，有巧玲，我帶巧玲出來就碰到你。巧玲，少玲，巧玲，少林多給一點。哎 SOP， 沒有，還好不是做壞事，還沒有對呀，還好沒有欠燒過錢。來去泰國他都碰到你，你看這個市這麼小，他那個馬來西亞這麼小。如果你在泰國開房，你就看到。對呀，那就完蛋了。好在泰國講啊，這個泰國看到是這個漂亮。哎，我介紹我朋友阿發啦，阿發來換。Hello， 你好。哎呀 Hello， 嘿 ，SOP set 手不要動。對對。阿發，他老闆出名的。白咖啡。不是，這個阿發不是白咖啡，白咖啡阿發賣棺材的。哦。OK， 這個是賣不一樣的東西。聽說好像是富魚吧？福魚，年年有福魚，日有公開。哎，來。哎，沒有行行出狀元啊！行行出狀元，對。哇，少，你真的很高興碰到你，跟我就切啊！是你在這邊碰到你。遠啲嚟，放遠啲，快3單遠啲，快嚟。遠啲啊！啊，啱啦。啊，你OK，咬咗，直啲嚟，直啲。唔係 ，OK， 太多。Alright，睇到靚女冇？哦，睇到。你錯嗰啲嚟。阿謝公錯嗰啲黐埋啲我，冇，
哎，你个昆船我。谁将快不来？Sorry 啊，Sorry 啦，太 happy 啦。对，醒一下，对，醒一下，来，来，哎，你回哪里啊？等一下。起来。对对，不听吧，不听吧。哦，可以，一点点无所谓。对，做 crab。做 crab 啊！像你的便池怎样放这里？啊，没有啦，他那个东京博物馆。哦，所以博物馆了。哇，哎，小林，你是很久没有唱歌，跟我一样哦。MCO 到现在1年多了，我已经忘记怎么唱歌了。1年多。差一点麦都不能抓。哦，是吧？哎，这样远的收音会收得到吗？哦，不知道。可以啦，我们这样大声。哦，是啊。这样讲。来，喝点。哎，下，80岁啊。来，少喝点。少点。哇，兩縮窒啊，縮窒。八窒啊！你八窒，我白切啊你！八應該知嘅八，我阿侄女，八窒。哎，你們幾時在相認的到底？我們一路相認的，不過很少見面。一路來相認。對呀。是啊。對啊，可是我們沒有講，沒有公開關係。沒有公開關係啊！第一沒有公開關係，第二呢，我們沒有時間跟你去。我才搬來舊坡，才有機會跟你去的。哦，他小小出來了咯。對呀，所以咯，我看他13、14歲出來了咯。不止了，那個10歲就出來了。沒有，10歲還在手乾杯呢，手乾杯就出來了咯，差不多。是啊。那是開始學壞了。哦，就學會開始表演，人家引誘出來這種歌呢。引誘出來就麼學唱歌，學唱歌。I know。不是學壞那一種學唱歌。抓麥，對，抓麥。哎，我們吃點東西先。啊，吃點東西先，別客氣。先吃點東西啦。你這樣遲來的嘛？今天滿座，很多東西賣完了。那個西漢賣完了，生蠔也賣完了。我第一次來這裡吃東西，這裡特別好吃的就。哎，那你先吃這個茶粿條，全馬來西亞是最貴的。這個西洋粿條是雙人份48塊。開玩笑。48塊，剛才介紹過來了。來吃啦！今天這個直播在這裡啊，特別開心。特別開心。有老家伙，有美女。哎，老家伙，我覺得，單股條咯。呀爺。我最哪？你自己來咯，18塊的炒粿條。對呀，18塊啊。西漢很大。更大粒都有啊，小丁，我跟你講，那裡只是更大粒都有啊。哇！平時我們外面吃的那個炒粿已經不見掉。好像個必分的，那個是西洋乾的嘛。大粒的。哇，真的很大顆嘞。那我的湯匙沒用過的啊。OK 啊。真的很大一顆嘞。現在我交給你了啊。怎麼交給我吃啦？交給你。哎，阿歡，坤城咯。對。哎呀，他了啊，交給你啊。等下你上鏡，現在你暫時在上鏡前吃飽先的。哎，導演吃多點導演。我們等你足足等了2個多小時啊！不好意思講，哎，是我的錯。因為拿手有2間，一間在石門苑。巧遇啊！哎呦啊，巧遇！哎呀，這麼巧你！啊，來，這對，哎呀，真的很大一顆嘞。紅的。啊，這個蠔更美啊！今天朋友們手裡啊，今天直播是我特別不一樣的啊，精彩啊！先給朋友看一下拿手。哎，看下幾個人先。他之前總共有幾多間？2間。哦，就這間在石門苑，一間在大江。500多，600多人。500多。這樣遠你看到啊 ？OK，朋友們，你看，隨便沒有通知幾百個人。哇，這個真有眼！我看下誰進來一下。不是台灣妹啊。九九力 and what 啊
台湾妹啊，啊，梁什么梁子健，我看一下，那个印度其实没有进来哦。印度其实我在懂当印度其实，啊，看看好，蛮好看啊，很好，啊，也有啊，有。用，哎，你看那个，我的电话不见了嘞。不要忘了 SOP。OK， 我们已经 scan 那个 message 的了。现在我们直播一定要近一点嘛，什么 SOP 就不用看到我，看不到旁边两个。好，很好。陳偉明，謝光大哥，謝光大哥，你識你啊？你係嘢咁出名嘅喂？誒，開玩笑啊！沙安妖毛藤，要過藤毛要啦，定係啦？On Darren 咁大個好 ，Alex Blue，Hello。誒，隨便你看看去年都通過給你看，放心。冲啊！你不會唱歌，哪裡去嫁老公？啊，米露在看直播 ，Hello S 露，Darren， 哇，謝謝你們了。今天是無意中來這裡做的啦，無意中，好。上次來搞住。我不知道你們聽到聲音沒有？我不知道的，有太遠了。我小小聽你歌長大啊 ，Justin Law， 你是一只小鳥，現在大的6寸7寸不得了，這東西，啊，哇，一流啊，一流。你看我的導演吃飽了，他就把鏡頭啊弄得美美的，你看。哎，導演，螃蟹。沒寫咧，叫我女神。啊？梁子健叫我女神，我沒寫。除了我之外，沒有別個了。你有分時進來嗎？有，朋友進來。分享經驗。有分享。對不對？分享10塊杯有人嗎？有。我們那天在草場那邊松開杯跟那 A 新村啊，哦，是吧？草場那邊前天的啊，那天前天禮拜天的。哦，市場場是。啊，吃草場吧那天。我真係很欣賞他炒粿條，太好吃了。還沒粿炒到骨乾。啊，那鮮乜鮮粿啊？人哋講血淋淋啊，哇，還有水出來。沒有，而且它有些很大顆的雞湯哦，它吃到有一種葛的感覺，它不會。它不會蛤蜊。啊，對呀。我真係餓了很久了。偉明，我真係餓了很久了。謝。誰啊？誰進來啊？你看那偉明。冰城啊，哇！我老家伙，你都有真。他是那個。你那個一眼他哦，金蓮姐姐，這個泰國餐在卡江的。OK。美人照鏡啊，一流啊！係咪先？太遠嘛，我講太遠。不是，我說他那個老婆。慢拍的，比例有的，對的。我們半拍。對。等下，朋友，我們吃飽先跟你聊。滿頭肉啊！哇，太好了，很回味的炒粿條。他就吹了好了，還有生蠔嘞。哦。生蠔賣完了。比那個半山那個什麼18塊一粒嗎？很大的生蠔。哇！他自己不寫包了。你這還有吃三飛魚是吧？哎有啊。吃三飛魚，哇！
个鱼是上来的，不是不是，它是上飞虎。他说他意思是讲，这个鱼涂了很多盐啊，好像盐啊冰啊，去上了，这名字是你的主人啊。这最普通的那个金凤鱼，是上飞虎，以前没人吃的，这贵得不得了啊！这一条50块啊！那我问你在哪里在吃东西？其实啊，哦，你跟你讲了吗？我现在吃到只会吃吧，很好吃。在嘉颖松爱串，饭团是不是？你的 Vesta 那个松爱串拿手，带你来哟。如果你现在来，还可以一直直播。哦，这样炒味道真太好。这个螃蟹等一下吃，我先吃13飞我，因为等一下用手啊。OK， 这个什么蛋我不知道啊，泰国什么？不是炸蛋，炒蛋。不好意思啊，用公筷。哇，你看这个蛋啊，就做到这样便宜的东西做的这样好吃。那你好。哇，大份，难吗？小林，孝亲敬老一定要做啊！下次来家产啊，给你2/3。我1/3了，什么了？有没有关系吗？你没有儿子？对呀，有啊，我有儿子啦。有没？我一个儿子，一个少爷，开玩笑。一个少爷啊，是有乖乖啊，谁生的？叶文丽生。对啊。我都不懂，他也不懂。那个女儿就叶文生啊，上次我生日带过去那个少爷歪。哦，想不到啊，因为老家我要生个儿子哦，我没有儿子哦。老家我还挂嘛。我马来西亚没有了，日本有了，泰国有啊，你知道吗？中国有啊。如果你是中国、泰国啊、日本啊，你看那小孩子啊，很像我了。以前我生的。改天啊，你就看那大进化样子，一走的时候呢，全世界来的国民基础，分财产啊！不管哪一个，黑的、白的、黄的都没有。黑的没有啦。这13飞5，皮不真的很咸的皮。哇，今天真的很巧合，真的很巧合啊！小林就巧合，小对啊。哦，等我再上啊 ，OK 啊。很久没有唱歌。小何，路上遇人我这样多，偏偏遇到阿嫂哥。先出先，在这里遇到阿嫂哥，他有些讲那个老家伙。都冇問題咯。我懂。OK 了。哇，又order酒啊！沒有，那邊搬下來了。哦，那邊拿下啊，謝謝你。家產冒雨燒酒，好，真係。13飛5啊！13飛5。3分鐘開始。13飛5。很贵下来，这条鱼我跟你讲，小林，真的很贵下来。他妈掉来，那你要讲，他点蘸这个酱的，他都独特，这个酱重要，这个酱。来，老赵，哈哈，看不到有肉给你，你要试试来，自己来很痛苦的，自己来，我拿给你，哈哈哈。等下还有半条啊，留给工作人员吃。OK 啊，对。那品质方面还没动到嘞。对。啊，很久没有动过鱼啊，不没有动过女人，动过鱼。
来点这个沾这个酱，太好了。朋友，手里人，我在吃东西，很快跟你讲话。1分钟。不止了，还是螃蟹。好，先慢慢吃。你慢慢嚼，我们慢慢说。够了，开始了。没开始啊？你们吃东西，我唱歌了，对不对？不然很闷啊。人走完了，现在情况现在300啊，走了200个人，够了。OK。啊，2个人啊，我先1个人，你们先吃先。就讲我電話唔見咗。一個人啊？喂啊！弄好个烧烤，你刚刚弄好，我们拿过去。没有，不用，你不用走了，不用走，唔使落，噔，翻你電話喺度。嗱，我戴個耳機嘅。好了，朋友，有点歪了，是一点，没有，这下面转，再走点 ，OK。你帮我走开。哎，很好。哎，给他吃，看不到他，给他吃。最终是撈嘅吹蟹啊嘛，蟹嘅最中意嘢咁招點中意蟹。可以。有放到，看到。这是节目。这节目啊，节目，哇，这份不错嘞。好，节目可以。Hello， check。Hello， 我现在 check 声音啊，糟糕哦，好像不能用啊。Hello， 没差不错。Oh my God，Hello。One。要插入地步 ，check one， no， 冇聲哦，哎，朋友有聲音沒有？我都聽不到我的聲音 ，hello， 沒有聲音哦，你這個 headphone 有點，有沒有聲音？沒有，我講話聽不到，有沒有 control 啊？這裡，哎，這裡有 control 的嗎？有啊。有 control 啦。我本身的headphone沒有帶來。插唔對路啊。check one check。check one check two check four。我開這個看有沒有聲音啊？因為這個headphone不是我。有聲音啊 ？Hello。唔開發有聲音啊？我聽不到聲音了。哦，還沒有開這裡是吧 Hello。有聲。不了。Hello， 開聲。有沒有聲音？掌聲。有啊，有掌聲啊。有聲音沒有？有啊，有。OK， 有聲音，有聲。因為我攞到麥，我的麥沒有了，算了。OK， 放置一點，輕啲。哎，今晚大家好。有聲音，小聲。現在呢？有聲。OK， 我看這個紅色的。來唱首歌，我選一下啊，1000萬啊，1000萬啊，1000萬，來 Micro SD card 11 mode. 就要唱一，來83，No 83。Go， 這裡，1000萬是多少啊？38。所以我今天
今天买万字吊字，我买5802，他开3802。你知道我买多少钱吗？这个字，我昨天驾车回去家里啊，那个女刘开就跟我，哇，他开那个灯蓝灯，他叫我 stop， 哇，5802，我讲这是开玩笑，我买很大的，诶，他今天好像在跑马，那开开入围奖3802，哈哈哈，大概是阿旺。麥貪 OK 嘅，衝我38。1000萬38嘛，怎麼會變得5塊錢呢？不要，我唱這個73呢。是我很小声，为什么？我自己都听不到啊！我听音乐听不到，唱不到歌的，因为这个耳机不是我的，我得调下，我调下。有很小声，他超动的嘛，刚刚。对呀、你有帮他唱歌的，太小声。我是邊個啊？全部開晒啊！開晒啊！咁啊？哦，用咁樣唱啊？聽到嗎？音樂？係啊。哦，用咁樣嚟唱啊，有得喎，好大聲啊！誰講好大聲？你講好大聲，但是我的headphone很小聲哦。啊，奇怪啊，今天setting不好，不要緊。來，我用這樣來唱啊，好大聲啊，超遠發啊，周潤發。唔係話就headphone唔啱嚟用，銀用 OK 嘛 ？OK， 用銀用嚟唱 ，OK， 來。一條魚，一滴淚，一杯杯，關注，係要唱講喎，後呀。後太生啦，唔應該掩靚，愛將愛刺家乾醉，濃濃照熱乾到冒昧，喜悅一片片後醉，人人都鬆鬆要上對，貌兒嘅感恩相配，人情啊用醉心冒醉，喜樂應該沒有了啊，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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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插咗啫，愛相追，愛相追，假若10杯，傾乾都5000醉。我插回去看呀。心好笑，淚見了，愛相要追。世間多甜地杯，嚟聽到熒光喎。都後呀 ，hello， 煙歸，愛將愛，世間乾醉，濃濃照乾到冒昧，喜悅一片片搖醉，人人都鬆鬆要上對，貌兒嘅感恩相配，人情啊用。一片片搖醉，愛眼前又照，哈哈哈！愛相追，喂，愛相追，假若
sorry 啊，可能啲喜歡唔啱我用，有啲喜歡啊，我本來係Samsung係 original 嘅，而家係在巴黎啊30 Q 嘅，15 Q 嘅，我望見那喜歡來，OK， 我问一下巧玲一下，他有没有这个？哦，这个不能啊，他是 iPhone 哦，只有錢的女孩子。我買日日來，要睇又要寫又打呢又要上咗痕要填闊就，我買完超來睇股叫潛生菜，黃瓜藝文台劍馬倫啊冒菜，擺五啊地貝啊挑牙扭陳菜。阿媽你叫上愛，要城市洋菜啊，冬菇燕麥，阿婆買鹹菜，換一個，這個有點問題，真的很大問題。這個 ，OK， 我換一個啊，哇，這個洞好大，很難插了。Hello， 誒，這個一流啊，呢個點啊呢個 ，Hello。哇！呢、這個店，我沙拉啊，電話嘅呢個係呢個sorry我入錯窿啊嘅。嗱呢個店啊，我聽到自己聲啊，頭先剛才我真係原來呢個係80蚊，18蚊，而家我嫌你太大聲添啊，我聲得太大聲，今天誒我OK 咗啊 ，OK 咗啊 ，OK。朋友來乾一杯，乾一杯，盡量來念那可以馬些馬些。雨過千庭，這個地方也不錯的啊。OK， 陳開 ，OK。抄的國仔麵哈 ，OK。1000萬啊！1000萬咧38啊！來，為什麼會走掉了哦？不對哦，38 1000萬5塊錢，37萬。喺潛過嘅啦，係嘛？我賺到了淡水。我很久沒唱離的歌，我差不多1個多月沒有唱啊。等我那一天 ，OK， 來，等我那一天，來，啊！我的眼睛，它是來自北方的海島，那裡有我心愛的姑娘，她是否愛我依然？你說人生就是戰鬥，別辜負美好時光，我們先拍了少年頭，哭悲家來。還記得那裡的誓言，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到底我好歌。我的眼睛，那是來自北方的海島。哪裡有我親愛的姑娘？她是否愛我依然？你說人生就是戰鬥，別辜負美好時光。
我等闲派了少年头，空没一切。姑娘，姑娘，还记得那离别誓言？姑娘，姑娘，你要等我哪一天？掌声鼓励！Thank you， 谢谢大家。哇，现在才跑回这正轨道。来啊，来，所以啊，頭先我哋識得咁好，都冇錯笑嘛。非相偎，啊偎非相偎。今天荣幸啊，又遇到我的好朋友谢江，哎，带他子女来，哇，好過氣嚟會人係咪啊？少林同江生，少林用阿桑，有可能係切波阿桑，有啊，係今日切登來，因為全部落水啊，來拿手啊，家將啊會搶下朋友吃東西，哎，俺啱遇到好朋友。唐江生啊，唐生咩？一隻張國榮一隻男朋友嚟咩？阿唐生，係嘛？睇下啲啊嘛，張國榮嘅試嘅以後啊，就阿哥啊，從個睇法酒店三色幾重樓跳落嚟，仲係要跳，20年黨服嗰時，仲係。哦，你給就愛吃善啊，你知道，所以這個情啊，不能過關了。哦，我不知道啊，唐生說這樣啊，係咩講嘢啊？而家係講嘢啊，你知道？那很多最近有一個網紅 YBB 啊 ，YBB 係咪幾貴啦？楊寶貝，佢瘋啊！佢跳了唔死啊！佢那要拍彎。Part 2見到 Part 20啊，一次講完，哦，撞妖財，唔係咩講撞妖財，用妖財，便宜啦，便宜貨老師，什麼是換新歌唱到安高，沒啦，裡面有的燒看唔錯，就 headphone 很好嘅，阿強，強，啊，這個網紅 YBB 啊。他一直報紙一直賣他不紅得幾難啊！我講，為什麼這樣紅我不知道。聽說他在網上的賣什麼包包，收到錢那個包包沒有到，我不知道啦。報紙這樣賣罷了啦，不管他啦。哎，我自己做我的東西，我不是網紅，我慢點就網紅了咯。我現在4萬多一年，我也6萬多嘛，對不對？10歲啦，過來人，阿夫，過來人啊！葡萄美酒夜光杯，可能啊，兩子劍客家一條線 ，OK， 嚟接客家一條線，冇問題，客家一條線。馬上全面我都要。我試過喺台灣後部文整嘅後部，客家語就算，裝修嚟作詞作曲。愛的名章，心中的客家語，叫人眼闊氣左右，天天。愛做現實，驕傲嘅客家語，噴絲後合作後斜線，為了我千年，還要天打千年，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善，開了光天向前，愛向天後向前，發揚客家愛來帶條線。
千万万客家人，做太官有条又免受尊敬，爱做一站骄傲的客家人，盼世老伦都一条心。 哇！大家看到好遠啊！前6，係點話？係乜嘢？來嘅一張，正宗客家人，要硬人硬棍獻左右，獻天。 愛做一陣有腦嘅客家人，做事後合作後這事客家人。開了網見條件，來上天後向前，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先。開了網見條件，來上天後向前，發揚客家愛來買條線。 千萬萬客家嘅師傅啊，做太官有條又免受尊敬，愛做一陣正宗嘅客家人，是以太細老倫都一條心。師傅客家人，師傅嘅心願百萬千萬，還有錢大千元，發揚客家文化愛行先，開條網。 向前，來上天後向前，發揚客家愛來買條線。全時代人，千萬萬客家人，要硬人硬棍獻左右，獻天，愛做一陣有腦嘅客家人，太細老倫都一條心。 我这样觉得你师傅的牛，师傅啊，我觉得你看谁啊？我讲 ，OK， 小林在这里嘛，啊，你又知道？哇，你很厉害，你发现小林在这里。好来，来，我客家万岁啊，请意义啊 ，OK， 来点下看啊。 好多人入來啊！OK， 巧玲我不知道巧玲很這樣巧的進來，哎，我留個位給他一下。巧玲 ，OK 啊，來，等一下掌聲歡迎巧玲一下，掌聲，來歡迎熱烈歡迎，再來掌聲，掌聲不要停。 不要停，不要停 ！Hello， 巧玲啊，巧玲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哇，我看我们一个人戴一边耳机，看，啊，那边试试看啊，试试看，有插错洞吗？我看你，好像不对耳朵洞，不对耳朵洞。Hello， 有听到我的声音吗？有啊。 看到我的身边那个美女，哇塞，原来是巧玲，转一点啊，公平一点，他赶紧有的，点一点那个蓝色的点掉，看一下，导演点掉大概看有谁进来，点掉的再点，啊哦，王云飞，明在自己的无酒了。 表姐，歪就歪一点了。偏偏的林家家里有 ，OK。小哥怎么样？你会唱这首歌？因为我有我把心事无得讲，家来救国最英雄。你的 key 很低呐。我特地讲究你的，你要搞我很高的哦，知道吗？因为我很久没有唱歌了，真的，1年多没有唱歌，最近又绑牙了。搞一个音啊，咪咪咪
命在自己，可以吗？这个可以，你试看命。命在自己无手了。我讲究你。偏偏人家车呢凶，因为我有满腹心事无地讲。安怎？车来手国做英雄。来啦，干杯！干杯！你这什么杯来的？水瓶啊！水瓶，我的奶瓶，我的奶瓶。干拼啊，干拼！今生啊，活大唱。不大记得歌词了，太久没有唱过，真的太久没有唱过。我也1年都没有唱了。迈过上过去的创伤，过去了无路用，点出笑容，最后来好行入梦中。你知道什么行入梦中吗？走进梦中。没有，去家人不同。行业文章的不呀？安用的唔做的。sorry。OK。小朋友不会。家里梦中行业文章。OK。比你起来有关。是一杯外流。哎，干杯！哇，什么清唱你也唱得真好了。没有，我最近绑牙了。一直唱不到歌，是啊，对，绑牙了，最近一直唱不到歌，所以讲话也漏风。其实唱歌，你有时在冲凉房啊，冲凉要练一下的。真的耶，就是那 MCO 那段时间哦，就以为可以懒就懒，歌也没有练，然后每天就在家里懒着。是了，每天下午2点就睡懒觉，睡到午4点。对呀，就不可以的。到晚就很懒的睡觉。是啦，是那个懒惰的觉呀。OK， 然后就真的是那个唱歌的中气全部都没有了啊，没有了。对，再要练回来。没有办法啦，全个马来西亚的艺人都这样了。也没有啦，你看你啊，还有很多。我不同嘛，我是多才多艺的嘛。还有很多马来西亚艺人都有在做直播，那我就是懒到连直播也没有做。如果有钱的直播你做，没有钱不要做。我没有讲啊，不管我事。我跟你讲，我直播是有钱的，我有钱收的。但是，有好有坏啦。我直播，如果你拿别其他公司的音乐啊，它是不能杀我的音。对。而且要警告我。对。版权问题。版权。对。所以我们2个人最好是脱光光，不是脱光光，很现实的。清唱，清唱。哦 ，OK。不要用音乐。哦 ，OK。他们是我们无可奈何的。我们就很随意就唱啊，对啊。是啊。真的，我就奇怪，什么少果今天没有准备什么音响？有，我的音乐我不适合你的。哦 ，OK。对，客家歌爱音好啊。OK。比如你用你的音乐唱首歌，看一下。我用我的音乐。怎么讲用我的音乐？但是也陷不到进去的。对呀，很难很麻烦啊。很难哦。对呀。清唱 OK 吗？清唱可以啊。你拿手什么歌呢？不要讲拿手了。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好的奇怪。葫芦窝跳窝餐饼，就算是风油，也暗香。你不要考我什么2只老虎啊？没有啦，其实这个还有别的歌词，可是不可以这样唱。OK， 2只老虎。你唱那个 One in the little 怎么唱去啊？ One little in the boy, 2 little 那怎么唱去啊？你会吗？哪一个儿歌吗 ？One little, 2 little, little 3 little in the bird, 4 little, 5 little, 6 little in the bird。开始一起 ，1 2 3。One little, 2 little, 3 little in the boy。Indian 啊 ，new boy 啊 ，Indian 啊 ，OK。1 2 3。One little, 2 little, 3 little。你没有做过直播咩？我第一次耶。
你还第一次？我第一次，我第也吹水团。我第一次在烧火的平台做直播。第一次啊？对，然后唱歌也是第一次。哎呀，在直播第一次唱歌，对，我也没有唱过了。OK。我那天看那个蒋伟人啊，那个金刚。对，不错了，搞笑了。哎呀，搭错线了，是。再来一次啊 ！1, 2, 3。1 liter, 2 liter, 3 liter Indian, 4 liter, 5 liter, 6 liter Indian, 7 liter, 8 liter, 9 liter Indian, 10 liter Indian boy， something like 这样了，应该是这样。10 liter Indian boy 啊！对。掌声鼓励。我已经很久没有唱儿歌嘞，那个是。哎，你还有什么儿歌吗？啊？那什么的，客人来看爸爸。OK， 慢慢。OK， 我们一起啊。OK。1、2、3。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哎，怎么干嘛变得儿童台了？我请扫过，先坐下。再敬一杯茶。可是烧火不喝茶喝酒的，所以我就在想哦，要敬茶还是敬酒 ？OK， 我听说呢，以前有个人这样唱啊，客人来看爸爸，爸爸不在家，妈妈请他先坐下，再去泡杯茶。我知道。OK， 我不知道。我的是儿童台的啦，烧火的是儿童不宜的。是吧？我好像讲，爸爸不在家，妈妈请客人坐下，然后我不知道这含湿的啦，岂有此理！不可以，那个会中黄标的。我们正经的，正经来，不要音乐。要音乐来唱。我看音乐啊，星星是我心里的唱吗？星星你该这啊不会啊。我找一首三个某首啊 ，OK 啊，慢慢来，苦酒满杯，问说我就不会啊，不会，等一下我请你的大伯来唱，大伯会，对 ，OK 啊，我要冲上一点点，OK， 我们清唱就好 ，OK， 好，清唱啦，清唱，你讲首歌看我会不会你。我讲一首歌啊。讲。谁了？突然间想不起什么。随便。OK。那天晚上遇见你。啊，可以啊。那天晚上遇见 ，OK 啊 ，confirm 吗？我找一找歌词，太久没有唱了。你看一下这个歌手啊，1年多了。我真的是有点被淘汰。你看安哥75岁，我都不要看歌词，除非很特别的歌。其实我觉得我们比较现在的歌手依赖了卡拉 OK system。是。我记得我刚刚出道的时候唱 band 连那个 book stand 都没有的。Oh my god！ 现在 book stand 啊，然后甚至 band 都好啦，都有那个 TV 来提字的。OK。你找啊，那天晚上遇见你。你看得到吗？这样小个字，你起个 key 一下，那天晚上我遇见你，你的风采叫人迷，想要和你诉情意，可是我没有勇气。又只好眼巴巴看着你，只见你眼睛不见牙齿，是我心里甜如蜜，也是我心里乱如蚂蚁。要是我向你诉情意，真的吗？你是否愿意听一听？只怕你对我不理，只怕那是太势利。嘿，他唱那天晚上遇见你，你的风采叫人迷，想要和你诉情意，可是我没有勇。气！不可以啊，真的是我要检讨我自己了。这首歌啊，对，这首歌多久了？
你还没有出世，你还没有出世。真的吗？应该是70年代的歌。70年代啊。六70年代的。你几年出生？我90后的。耶哇！这首歌是以前那个李俊雄。李俊雄还没有进立丰唱片公司，他就写这首歌给立丰公司。OK。哎，那时候立丰公司看得不错啊，制作不错，就给邱庆云唱。邱大哥。邱庆云阿远在，唱得不错啊，唱片也卖得不错啊。后来李志雄的进立丰。其实说起来，本地的唱片公司啦，最为有名的啦，就是立丰了，就是把很多有名的歌星带出来。没有把没有名。没有把没有把没有名带到有名，真的。对，很多。但是立丰的歌星本身都很有名了的，真的。是吗？因为我不懂，我还没出世。是，这个邱庆云华语歌就靠这首歌，真的。那天晚上遇见你。后来呢，邱庆云的鹹魚翻身啊。鹹魚翻身。华语歌怎么样？鹹魚翻身。鹹魚翻身。鹹魚翻身。1978年，我就写了一首《阿婆買鹹菜》给他唱。我认识少果也是这首歌，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很小。1978年哦。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认识少果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出来知道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那个 DAP 的那个带啊 ，Cut， 对，那个 DAP 的带，我在我家里的我舅母就每天在播阿婆买鹹菜啊，那时候你几岁哦？7、8岁？大概是这样吧。那个时候还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唱你这2首歌了，马來西亞。马来西亚的后期了咯，那个鲁巴了。对，就是这几首歌认识你，然后后期出道的，原来这个就是商少林。哎呀，我后悔没有遇到你。哇，如果遇到你啊，我一定啊，做我的徒弟。好事还是不好事？原来阿婆妈在录吧，他都知道我。对，那个时候啦，是到后期真的出道唱歌的时候就很仰慕。原来我曾经听过。OK， 后来你出来歌坛唱歌，盂兰盛会，你有一首客家代表作在台上唱歌，有没有一首？其中一首没有留。马来西亚这样的盂蘭盛會，你就客家歌有冇？求你冇啊，做啲水木啦。就是客家歌吗？客家歌真的是没有嘞。我因为每次都是靠那个卡拉 OK system， 因为我本身不是客家人，然后我要一直拼一拼。可是我奇怪，福建歌我会反。我知道很多歌手都不是客家人，他都是一首来叮当一下，叮当啊嘛。我要检讨了，我唱了这么久，没有一首客家歌我要检讨。没有啊？对，真的没有。真的一首都没有？真的没有。1、2句有没有？有，唱1、2句。那2句唱啊？就该唱了馬來西亞對面的麗水妹，等一下啊，我找我的奶水妹音乐，我唱你跟着。OK， 你不要跟我开那个玩笑，我跟你讲啊。真的有的嘞。你不要开玩笑。失火了，关掉了。连他都吓到了。没有啊，这个烧开关掉了。OK 啊，我现在找奶水妹。奶水妹。OK， 我先唱。對這個奶水妹，日阿揼開來，阿哥吸進開來望，教授嘅國家嘅愛神。熱曬來了可，也了啊謀上岸，識啲從了那見到飄狂，奶水妹好浪唱啊，奶水妹高音，平台，但撈塞斯跳空外，要天也威。
太在共我些，但落水，塞事无关嘅講笑台。你搞成我呢？你很厲害啊！我唱啊，對面嘅泥水賣日啦，日抌鬼來，阿哥執進舊年來台，舊嘅木家日劇歡心，熱晒來了可，也了啊謀相來。一沖了那見到飄空啊，泥水咩後堂，大家個泥水妹，老實是要一樣愛談，來做同我生，打拉索也愛，實是無辦講笑代。泥水我人才，雜雜耳講，少年俾泥水我人才，大聲啲。原來泥水妹哦，還有對那個獨白的哦。是嗎？哦，那個是那個秋瑾的。喂，泥水妹，聽過來啊！喂。原來是這樣子，我還以為我就邊跟着我就哎。你唱的搞不掂了，還要那個對白。我是好奇的。那個對白不用唱的，那太難了。幹嘛還有對白的？是，我這原裝的歌詞哦。哦，是嗎？是啊，原裝的。哦 ，OK。哇塞！還有你的名字嘞。我寫的嘛，以前1978年我寫的。1978年。78年。哇哦。那你爸爸還小啊，不要講你。OK， 這都是真的。我90後的。你90後了哦，是啊。對啊，90後的。OK， 哎，你還有什麼歌？我們可以清唱合唱的。哦，清唱合唱啊。我很喜歡唱的。那個民歌你可以嗎？民歌可以啊。外婆的孟加灣啊，孟加灣。可以啊。風叮咚叮咚當啊，你可以啊？啊，可以，真的可以啊。啊，你找歌詞，我不用看歌詞的，我很熟了那首歌。我真的要檢討。我一放音樂啊，我就中版權了。OK。那清唱的不用中版權。OK。啊，你找找啊。有。哇，有 MRT 啊 ，ART 跑過。這裡風很好啦，這裡風景。對，後面還有一個是湖來的。後面湖了，哎，這個湖你不要開玩笑啊，差不多100年了，這個湖裡面真死78個人啊，78個。開玩笑啦。啊，開玩笑，很多水鬼了，你不要去搞啊。你知道後面有沒有幾個站在那邊？KC，非常冇，哎，大家好啊，哎，今天我接到了兩位做直播，做下順意差不多了。不要想着飛，哎，其實這樣的美女啊，人見的那車見車載了，我講，這個棺材打開了，sorry，不，這個馬桶看見了打開。馬桶每天早上看到我都會開蓋的。Philip， 哎，你的朋友啊？對，我的朋友。阿林夕哦，對。哎呦。對 ，KC 是名人的歌手。KC 啊 ？KC 曾經是前輩，也是前輩來的。跟大哥分析跟那個，跟大哥分析。對呀。KC 謝謝你啊 ，KC 我的侄女來了。沒有 KC 也認識你啊。KC 認識我。KC 認識你了 ，KC。嘎叫翁啦，嘎叫翁。以前你是在立豐的那個時候，應該是認識你。哦，哇喂！哎，還有誰進來看？哎，sing 啊 ，OK， 來，我們來個民歌。外婆的孟加灣 solo。少哥，上一代你忘記我了，所以我記得他認識你的，因為他跟我講過。上次我們做訪談的時候，他有跟我講過他認識你的。Oh my God！sorry，梁子健，郭 Mackie 羅偉強 ，Hello， 應該不是我的粉絲，你的啦。應該吧。哦，這個有心料，哎呀 ，KC 哦，又來，我是曾經彼得，哪個彼得？我弟弟。
好像是你弟弟。可能是啊，彼得最出名的。Hello， 来，我们唱歌。OK， 来，外婆的澎湖湾。海浪声。这个，来唱啊！ OK， 我以为你是在跟他没们聊天。我打拍子。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缀斜阳，只是一片海蓝蓝。湖北海啊！坐在门前的矮墙上，一片片幻想。也是黄昏的沙滩上，有着脚印两对半。那是外婆拄着杖，将我手轻轻挽。踩着薄暮走向余晖暖暖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小鱼一船，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俩回家的路上。澎湖湾，澎湖湾，外婆的澎湖湾，有我许多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阿伯，掌声鼓励。哎，我想问你的，这个澎湖湾，对，澎湖湾，为什么最后唱到？他本来这个外婆跟他的一个小男孩嘛，对不对？外婆生了他，干嘛又有一个船长在那边？为什么最后有个老船长？搞爷，干嘛？老船长他开咖路了，你看一年哦，就是那个去那个出海走船的嘛，他就在那个海边在等他。我还以为他在那边。相巧，外婆生日啊，那个船长又回来了，哦，开咖楼嘛，还有一位老船长。OK， 没有啦，可能是前任呢，不要开咖楼啦。我不知道啦，这东西啊。等一下我有空我 call 他，我访问他一下。你那老船早就死了，这首歌几多年了嘛？这个也是应该比我。想当年我选给李煜唱那种。是吗？我选的，20多年。李煜都不在很久了嘞。他小慧呀。小慧。哦，小慧。好了，小慧，我认识他，小慧。对，小慧认识对。啊，那时候李煜在立丰，那时候有一张唱片大爆天台9月策划，我叫他客串首歌。这首歌呢重新编曲就是白天鹅，李煜唱的时候，我特别把前面有说白啊，澎湖湾，我放点 echo， 李煜是这样讲，澎湖湾在台湾外靠海的小岛，某一天，年轻人为他外婆唱首生日歌，叫做《外婆的澎湖湾》，掌声鼓励。你突然这样子的话，我就想到一样东西啊。那我们小时候很多童星，就是我那个年代刚好很多童星出道的时候。你不是童星那时候？那个时候我没有发片嘛。哦。我只是在歌台跑。你是发癫的发好那时候？我是跑歌台而已嘛。那个时候就也还没，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式跑歌台，那时候就很迷马来西亚的童星。哦。那个时候最红是谁？黄水晶。不是。七仙女哦，七仙女。对，我在去 MCO 前访问你，我们做一个访谈的时候。哦，那个是啊。那个时候我就找了你很多的你的资料，我才发觉到原来七仙女的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主打歌。小草。对，那个在打鼓的那个。就是我。哇，我们甲洞啊。那个山上那边。对。哇，那个真的是那个 MV 真的是没有这个导演好，这个导演叫阿马哥。马哥很凶的。是吗？还在。还没有死，还在。还有在帮拍 MV 吗？没有了，
没有了，没有。还有谁认识你？没有，小辉跟我们打招呼。 OK， 童年啊。对，童年。童年怎么唱？池塘边。虽然你榕树下，还有香江在那等等。我们看歌词。童年的。有求必应。我们唱多少首歌？我们今天是民谣吗？即兴啊，即兴。 OK。没有安排的啦。对，安排不好看。巧遇啊，真的是巧遇啊。什么巧遇啊？小鱼，你又乱讲。巧遇。哦，巧遇。巧遇啊！你不要这样敏感呐。巧合怎么唱啊？对的人那么多，偏偏遇到我。还好没有欠少过钱。那晚上你什么歌词这样？我忘记了，我没有唱过流行歌，我没有唱过。流行歌。童年哦，很多歌词很长哦，真的很长啊，它前段跟后半段的歌词都不一样。不要紧，你唱完这首歌就可以放工了。我叫车夫送你回。OK， 开始。OK。有没有合音来？合音啊。开始。你来咯。池塘边，梨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夏天。操场边，地球天上，只有那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只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是狼和魔鬼当，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年的童年。唱完了没有？还没有。还没有。One two。没有，到效果来了吗 ？OK。我要打拍子，我唱1、2怎么唱？还是你1、2。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也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还有很长。还有啊，好了，什么歌来的哦？还有很长。我这个写歌词的傻的，罗大佑写的呢？对，罗大佑，好像是哦，对，词曲都是罗大佑。罗大佑这个名字很奇怪的，罗大佑，不可以掉乱的，你掉乱掉就罗摇带。对哦，罗。如果你再倒转了，大罗摇。不过罗大佑的歌也是，他的词很贴近我们。尤其是想当年他写那个明天会更好。哦，是罗大佑写的吗？罗大佑啦，你有罗摇带咩？我罗摇给逮的。罗摇带很容易成痒的哦。是吗？你看我以前养猪母啊，那个母猪那屁股大大，它生的是3条是4条的。OK。罗大佑想当年。明天会更好，那时候姚野刚红啊，我带他去台湾参加这个《明天会更好》大合唱。是哦，那个是你以为啊？多久之前的事？多久啊？1990多年啊！你要问姚野。OK。1990几年我忘记了。OK。全台湾的歌星出来了，新加坡的有水草三重唱，就是吴启贤哦，水草那是吴启贤都不出名的吴启贤。还有3个人去水草三重唱，还有新加坡什么雷我不知道，什么叫哪个雷很靓仔的，有个什么雷我不知道，马来西亚就姚野咯，我带他去台湾。哇，那个时候。哇，那时候很轰动的呢。但是主唱啊，一句句没有我们的份啊，对不对？至少一个机会啊。至少有马来西亚、新加坡人去参加咯。对啊。我们是炮灰来的。好过没有？都不要紧，有相为证的。至少有这个。至少有这个机会。对啊。而且那首歌真的红到现在还在红。再多50年也红的。
那你可以写一首类似这样的歌，让我唱一下。如果我能够写啊，应该到98岁才写得出。我又不知道能够活到98岁吗？我只记得罗大佑的那一首歌《电曲1990》。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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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唱吗？可以。哎，找歌词。最右手，最右手。OK。好。太我改过客家歌。太太立嘅烏眼珠，條條發面嘢，想起得噔噔噔，就閃到快耶！哎，很好聽這首歌。那首什麼戲的曲？周潤發的。什么戏名？是吗？对呀。天若有情什麼鬼？我不知道。大概是這樣吧，很感。來，烏溜溜的太眼珠啊！中。哎，設備不大好的。沒事。中。烏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臉，怎麼也難忘記你容顏的轉變。掌聲鼓勵。情歌河裡舊時光就這麼流走。轉頭回去看當時已匆匆數年。還有第二段的長茫茫的天涯路是你的漂泊，尋尋覓覓長相守是我的腳步。阿郎的故事，黑漆漆的古鎮邊是你的溫柔，醒來時的清晨裡是我的哀愁。中間了了。可惜明日太陽西下，真鳥已歸時，你將已經踏上舊時的歸路。人生難得再次尋覓相知的伴侶，生命終究難捨藍藍的白雲天。藍的白雲天，這樣。轟隆隆的雷雨聲在我的窗前，怎麼也難忘記你離去的轉變。孤單單的身影後，寂寥的心情，永遠無緣的是我的雙眼。哎呀，這個羅大佑的詞每一首這樣鬼長的啊！應該是這樣子唱吧，我都。你知道，如果馬來西亞寫詞啊，可以寫5、6首了。真的嗎？真的啊。是吧？哎呀，真的，你看李繼忠寫的詞短短的。不過這首歌真的很經典，很好當聽。然啦，這種世界性的歌，啊，阿郎的故事，張艾嘉、羅大，張艾嘉，周潤發。周潤發，阿郎的故事哦，人家講。阿郎的故事是嗎？插曲是啊，人家講的。阿郎的故事，對。好啊，阿郎的故事來看到沒有？啊 ，OK，哎，我的。沒有，我想請您搭背過來一下。可以啊。他代替我的位置，因為我從7點到現在沒有上過廁所，Hello， 有請我們的歌壇老前輩，80歲還沒有打工。我很想，其實我。你也想去廁所啊？一起去咯，我們一起去。沒有。我由小到大我都不知道哦，大伯是哪一個年代出道的 ？OK， 現在我把它等一下你坐我的王位。謝老大謝講，你們子女相逢啊，給我機會進去洗一下 OK。來，有請謝講坐正位，有請謝大哥入嚟。哎，你們聊一下，你們10多年沒有見過面，來，掌聲歡迎謝講。
你要擦耳朵也可以，不要擦也可以。对。不要说我好像听不到讲什么东西的哦。哦，对对对，这边。声音。对啊，听到 ，OK， 可以听到了，谁讲话麦就像谁。都可以，对，我大声一点就好了。一样的啦。谢谢我们今天晚间呢，真的很高兴，小林啊，带你那边吃泰国餐呢。对。最后呢，碰到我们的歌神张少林在这里，还跟你录了一大堆那个闲话、唱歌这样子。对。你觉得高兴吗？高兴，其实真的很开心，就没有想过，今天也没有想过会上来直播，也没有准备任何东西，所以少果的粉丝们不要介意，我们两个突然上来，少果很快就会回来了，很放心。那我们就闲聊一下啦，跟我们的对，因为我们两个呢就很多年没有见过面，今天约定呢来这边吃泰国餐，哪里知道我们这个客家歌神在这边录影哦。现场直播对吧？所以没有办法呢，邀请到我们一起来，又有的吃，又有的讲，又有的唱，对不对？不过我们两个呢，可以说是已经有半离开了，真正娱乐圈的，对，我是80了，他的30多，所以我们变成这个年纪的话呢，能够在这个场面跟大家见面呢，也是说一个福气的了。大卫，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啊，你是什么年代的？出道了，我真的是完全不知道。我知道大伯是曾经是红极一时的马来西亚歌手，只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是什么年代。你大伯出道之前呢，你都还没有出生，还没有出世，对不对？你哪也会知道。黑胶唱片。对，黑胶唱片那个是60多年代的时候，我跟少哥他们一起的，才有出这个黑胶唱片的时候。然后对，那大伯在舞台上的时候呢，讲一句难听的话，已经差不多将近68年以上，70年了的。我10多岁我就在舞台了，今年80岁，是不是？所以呢，你大伯在娱乐圈里面呢，可以说现在在马来西亚里面除了我一个好兄弟叫吴峰，下来就是我，没有了的。像我这个年纪的呢，已经走的走，不见的不见，没有的没有了。除了一个郑锦昌，对，除了一个郑锦昌跟我同年之外呢，他也走了，没有了。那剩下来那些都是比我小韩少哥这样子，76岁、75岁这样子，都是这一辈的。就是你下来的。对了，现在在娱乐圈，马来西亚娱乐圈里面呢，艺坛上里面呢，就是可以说吴峰下来，吴峰大我1岁嘛，下来就是我。你大伯在娱乐圈里面差不多整齐。60多、70年了。60多、70年了。对，我10多岁就跑出来了嘛。所以我是他子女，我都完全不知道。我知道大伯有出过黑胶唱片，是歌星一名，可是多久以前不知道。但是连少果也不了解我们的状况。对啊，他根本都不知道。对。到最后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他说，好像你一个是你叫巧玲哦，那个是我不是叫你巧玲，是嘉玲嘛，对不对？那个时候好像是我们3年多4年前在这边做生日嘛，那个时候你有来嘛，跟一个印度西施也有来嘛，我还跟他合唱一首印度情歌嘛。对。那个时候到现在，你想想。对啊，就是近这几年的事情。对呀，所以刚刚你说毕业的朋友发信息给我，他说哇，谢老大你真的好命哦，带一个靓女来啊。我说你别搞错，那个是我是你来的。他说你这女这么漂亮吗？没有看过的。我说不是你没有看过，我都没有看过，我在这几年才看过。我讲，真的，其实我们年轻这一辈很多就是我们身边的亲戚很多都很少去联系了。真的，我包括一些亲也不会分表哥表什么堂的，我其实都不大会分的。一个都是连我妹妹那些根本都有些都忘记了你，都离开这么久了。对。我上次跟你在那个少国的宴会里面拍一个照片给他看一下，我才这个是嘉玲来的，所以我说原来有这一个人。对，他在想这么大了，这么美了，我说就这样说。
Emilio，不是老实人，他是我的大伯，对。对。大伯来的，我是他侄女，对。他是我的侄女，我是他的大伯。我叫谢江，他现在是叫巧玲，对，以前就叫嘉玲。我的原名叫嘉玲，就是认识我很久的朋友都知道我叫嘉玲。是。我讲个笑话给大家听哦。他现在还住在我这边附近，我帮他这个差不多5年、4年多5年了。他告诉我，他住在我这边附近罢了。我住在蕉赖连城花园哦，他住在连城花园上面一个以前是很出名的凤凰广场那边附近罢了。他刚才不告诉我，我都还不知道住在这边呢，我就原来就住在哪里哪个花园哪个地区这样子。他刚才告诉我，其实我们住得很靠近。对呀，很靠近的，所以今天才碰到一起，才约了出来吃泰国餐这样子。哪里知道刚刚好，我们的歌神在这边录影直播，借这个机会发挥一下哦。我们没有在上海 flag， 我们在 KL。对，在开江。我现在也已经离开松开 flag 了。他是等4岁就离开松开 flag 到现在了，还20多年，我才4、5年罢了，他5年了，到旧摩来的。不过话说回来了，其实在这个疫情过后，我们应该要跟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包括我们直播前的朋友啦，我们都应该要珍惜。对，真的是你就如果是不联系或者什么的话，我们真的是也完全不懂有这一名还是有谁。对呀，这个是真的。如果我今天不跟你来泰国餐这边碰到我们的歌神张少林，对，讲一句难听的话。你大伯回去走了，你都见不到，你也不知道。分分钟我也不知道。对呀，因为我们这把年纪的人，这不是每一天啊，是每1分钟啊，对不对？现在我们珍惜得到就是珍惜到，你们看到我们2个呢，就珍惜到了。来告诉你，真的啊。我们歌声回来呀！来，不用拿坏了。OK， 谢谢啊。谢谢我们80岁跟18岁的子女，很荣幸啊，来到这里做直播，难得的，你知道吗？真的难得。人生有几个10年，真的很难得。而且现在你80岁，你才18岁。90后，刚才他去过了。啊？他去过我去过了。我去厕所，你去过，你做么你？这个人的东西不要说保密。人的东西，年龄是保密的。告诉你坦白就好了。到人东西，对不对？他不坦白。为什么我准备说我80呢？哦，坦白吗？就要走了吗？人家看我好像你70多、60多，对不对 ？OK， 一样的。好了，无论如何也要谢谢这2位一老一少来到我这里直播。下次我的直播啊，应该找更。在讲巧玲啊，这个老的不要啦，要啦。我们Part 1了，Part 2，Part 3，你那个自杀的杨宝贝Part 点地啊，20集了，我们才1集罢了。对，我们另外找个地方，不要在这里，中小吃啦，不过价钱聊，多少钱了？不要讲了，钱不是问题。来，去你小云底那边啊。问题我没有钱嘛。大家先出去看看我的广告，Facebook 赚点錢。以前說咧，好，謝謝，拜拜，歡樂今宵再會，各位觀眾晚安。